最近，阁有民众行伫过路线顶悬，煞互一台车弄甲飞出去。亲像这款车无让过路人造成意外的情形，各地头是常常的发生，政府一定要重视。23码确诊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恢复上班，就随到桃园视察交通，希望交通的环境改善甲更较安全。这查甫人明明行伫彩条线顶悬，未等完的绿色轿车连减速拢无，直接将人弄飞。只看到这查甫人练一练，就徛起离开现场。互网友讲行路有风。毋过各地一直拢有路人地价。15暗时，台北松山也发生意外，一学生雄雄走过彩条线，对向来车技术也无减速，共款将人弄飞。警方初判双方拢责任。驾驶应该有那个行经行人穿越道路口未暂停礼让行人违反道交条例44条第2项的情形那另外行人的部分可能有违反道交条例第78条1项4款在交通频繁的道路任意奔跑。进前确诊的行政长陈建仁休困2天了后，今日恢复上班。头一个公开行程就是去桃园巡视交通安全。在我的施政工作上，有3安是相当的重要，一个就是治安，再来就是道安，再来就是资安。高雄甲台东监理所16也合办汽车运输业宣誓活动，希望建立驾驶人的安全意识。毋过交通部力推路人专用时尚路口，亲像桃园目前有69个路人专用架，早开时尚路口，台北市有622个，台东连港市一个拢无，各县市落差正大。爱安怎保护路人，也有真大的改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